国内天9日的疫情顶礼拜个加51个，拢是伫个新北市中和甲新店这两个所在。最近中央甲地方是合作来防疫，初步看起来了是有效果。也毋过这风台就要来啊，所以大水雨真有可能互炭白蠓搁再继续来生炭。疾管署就讲，这风台过了一礼拜，疫情可能会搁热起来。环保人员无用咧消毒，大家小巷每一家事拢唔通漏交。顶礼拜9月24到30，国内新增加51个本土天9疫病例，拢伫新北市中和甲新店，检判拢是同一个来源的菌株感染。目前菌株病例拢总57例。疾管署讲，透过目前的防疫手段，初步看到控制的效果。虽然一周总共新增了51例，但是近期这个增加的个案数明显有减少。我们研判就是说，先前投入的这些防治动员的工作应该已经有看到初步的成效，疫情初步已经获得控制所以在目前来讲，并没有说中央除了每天还是出动机动防疫队跟成立应变小组之外，会再进一步去提升这个指挥层级，另外说成立指挥中心或者是前进指挥所这样的一个需求是目前是评估没有。虽然北部天9日疫情受控制，但是风台就要来，大水雨可能增加环境积水，适合白线斑纹这寡炭白蠓生炭。都一军讲，风台过后一礼拜，真有可能疫情会搁热。专家也呼吁民众爱接病扫。家里能够装设纱门、纱窗是最好的，因为白线斑纹飞行的距离大概1分钟可以到100公尺范围等于是我们的社区嘛所以包括防火巷啦还有一些周边的排水沟等等都要做一个清理。专家提醒，白线斑纹定伫日时甲人定，尤其早时9点甲下晡5点是高峰期。那民众出入菜市啊、菜园、山区这寡狗蠓虫的场所，就要加注意，会当穿长黄浅色衫裤，喷蠓仔水来预防。记者郭文柯编辑台北报道。